家身處咧就係九龍城嘅落山道。咁喺今次嘅肉檔鼠患嘅事件發生咗之後咧，我哋都即時要求咧食環署係要有立即嘅行動啦。食環署亦都係有迅速咁樣咧，經過調查啦，同埋一啲了解到相關嘅報導之後咧，發出咗命令咧，係勒令呢一檔嘅肉檔咧係即時停業。正話我哋喺街檔宣傳嘅時間咧，都有唔少嘅市民反映佢哋留意到區內一啲嘅環境衛生比較惡劣嘅地方，留意到食環署都即時做咗啲記錄，我哋都會同佢哋溝通翻，睇下點樣去作出一啲嘅跟進嘅。希望借今次機會，令到我哋本區嘅居民啦、商鋪嘅從業者啦，對嗰個尤其是鼠患嘅防範意識咧更加提高啦。威脅食物安全以及公眾健康嘅事件，絕對要零容忍，必須嚴厲打擊害群之馬。我認為政府應對嘅方法必須更具策略性同針對性，需要更主動出擊，包括針對老鼠出沒嘅黃金時間，增加凌晨時分突擊巡查，加強執法，尤其針對舊區嘅環境，制定長遠嘅滅鼠策略等。我亦呼籲業界經營者必須正視衞生嘅問題。喺早年，我哋民建聯亦揭發觀塘一個街市出現類似嘅情況，切勿抱有過往都係咁嘅有老鼠都唔出奇嘅心態，齊心改善衞生嘅環境，保障我哋食物安全，重建市民嘅信心。